在国民党甲民众党的合作超袂好势，也未定案。国民党的前立委蔡正元就呛声要退党，讲歌校配才有可能会当选。另外，民众党无分区的立委拍算要提名齐春英，不过伊的身份是引起争议。齐春英表示，两岸的关系毋是国家对国家，若准台湾宣布独立，伊就会放弃中国的国籍。 台湾伫要进入超高龄社会，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进前推杀壮世代文化运动，话讲要甲银发海啸转做长寿经济。早起嘛去桃园参访关怀据点，甲长辈伫开讲。其实65岁以上的人哦，有需要人照顾才15%，其他85%是还做平衡的啦。长照2.0，咱的目标是哦，如果那85%你知道，不但会使去照顾别人，还佫伊家己哦。 很健康。大选的脚步瓦近，参选人拢提出政见。国民党侯友宜再去发布治安政策，宣示要设立缉毒署，佮透过阻止校园毒品的源头，打击帮派破毒运动链。毒品的犯罪爱判重刑，这5大方向，全面要来打击毒品犯罪。啊，毋过离大选剩较无70天，在野整合也无共识，嘛引起基层的不安。国民党前立委蔡正元佮呛讲要退党，强调敢若歌校配才有可能拍赢选举。 个人评论我不予置评啊。蔡委员是老大哥啦，那他有他的特殊的想法，我也不讶异。我们就让结果来让大家看。我觉得现在逞一时之快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 若是民众党无分区立委想要提名的齐春英，特别伫公布节目中指出，两岸敢有国甲国的关系哩？佮讲若做台湾宣布独立，就会去放弃中国的国籍。 像内政部长林佑昌，户籍跟国籍是两码事。人民关心的，其实还是在享受我们自由民主的一个社会制度的时候，是不是能够忠于这个国家，完美的去实行人民所托付的这个权利哦。 针对齐春英伫批评两岸毋是国甲国的关系，林佑昌嘛反映，若做毋是，安尼伊即马徛的所在是虾米所在？这是中华民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